他们讲话突然就很刺到我的心，所以我在那场就演一演，我眼泪就啪就掉下来，然后我真的很难过，我说怎么可以这样打？现在看到，左边，看上面了，看到什么意思了？再拉上来点。终于得奖了。对，因为我已经带领金马奖带领了2、3次了嘛，然后终于领到自己的奖，然后特别的开心，然后哇，那怎么讲？就是因为真的非常的谢谢周梦红钟导的义父啦，因为他算是从茫茫人海中，然后愿意相信我这样，大家一直都觉得是一个综艺节目主持人的人，可以演电影，所以其实因为他的关系，他这一次又碰到了阿瑶导演这么好的导演，这么好的剧本，这么好的角色，其实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很怕把这个角色给演不好，所以其实我们在拍摄这个片子的过程是每个人压力都很大，我们甚至私底下出去吃饭都带着本，就一直在对本，一直在什么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我第一次有觉得说，这真的有把表演可以走比较深的感觉，所以其实是对我自己来讲也是，不管有没有得奖，那我也很想替我同这部戏的其他3个演员说，其实他们都演得非常的棒。对你来讲最难的一场戏是哪一场？跟我们聊一下。最难的一场戏。对啊，对你来讲最困难的一场戏。如果撇除掉激情戏的那个比较紧张害羞，因为真的因为不常演到这样的戏之外的话，其实是在泡沫红茶店那一场戏，对我来讲是有点难度，因为原本第一次演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演了嘛，演完之后，然后钟导他就跑我旁边说，你这样演表情好像都差不多然后你要不要，你这样我只要用你2秒钟的画面就好，我用10秒干嘛？那好了，你自己想一想。然后讲完之后就放饭，他们去吃饭，然后我就一个人看着灯光啊，看着什么，然后想了半个小时，重新回来拍。然后重新回来拍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是不是那半小时对我讲是煎熬还是什么？然后突然在拍的时候，我突然把耳朵开得更开，然后去听对手演员的冠廷他们讲的话，还有硕哥他们讲话突然就很刺到我的心，所以我在那场就演一演，我眼泪就啪就掉下来，然后我真的很难过，我说怎么可以这样亵渎我的女神，我这么喜欢她，所以就变成那样子的呈现。然后拍完的时候，那时候钟导就鼓掌到我面前说，虎父无犬子，讲这一句话对我来讲就很够了，就是好像有做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样。所以在原来的这个剧本里面那一场戏你是不需要哭的吗？还是说你本来哭的比较夸张的？原本其实文本连哭都没有哭，原本他只是就是陈述这个事情，然后他们讲这样子，然后我可能我自己原本在想象也没有觉得要到哭，可是我重新再想一想的时候，觉得他难过的时候他就是会这样子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向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